大家去後海站萬象城，上咗嚟之後都係見食嘢多，隨行咖啡。依家時間係下午4點，小朋友玩嘅波波池好大型，幾層好高啊，上落去啊！精品慈善商品，好得意。呢個係好特別嘅，我的世界，好卡通啊，特別啊，又係婚紗鋪，好多公仔啊，好特別啊，動漫嘢賣。佢啲商場真係好大，但佢每個商場都有啲特色嘅嘢賣，吸引你。啲設計真係好靚，好有心思。因為地方大就可以做好多嘢啊！呢個應該係飲品，應該係好靚嘅精品，好靚啊！即係俾人打卡，真係冇嘢賣喎。係佢設計好靚，好有心思喎。好復古咁嘅樣，好靚，好靚啊！櫥窗人就唔多嘅，但真係好靚，好有心思啊！呢啲設計，大家去空中花園睇下，呢棟大廈好大啊，幾高，好特別嘅嗰啲設計，俾大家睇下先，咁樣嘅，有好開揚啊！喺5樓啊，可以望到好多高樓大廈，設計好靚。去地下有好多咖啡室，啲人去飲咖啡，有啲好開得好靚嘅花。
大家睇下呢個好大嘅巨型公仔。之後就呢個全貌啦，俾大家睇。全貌好大嘅商場，好靚。隔離呢個咧叫海德酒店，好大間嘅，呢度都有好多花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拜拜。